飛機嚟參加我哋個慶祝會，佢逗留3日咧就飛翻去台灣㗎啦，所以真係好感謝佢，辛苦你啊，監察長，辛苦你啊！除咗遠嘅台灣，仲有我哋好近嘅紐約，一直係好支持我哋紐英倫公所嘅紐約龍崗親義公所。今日有40幾位宗親到嚟，仲有92歲嘅張學澤元老，所以多謝晒你哋。仲有咧，冇台灣咁遠，但又冇紐約咁近嘅砵倫龍崗公所。同埋休士頓龍崗公所，一共有10幾位宗親到嚟。你哋嘅出席令我感受到龍崗親義公所嘅親義2個字真正嘅意義。個親字，我哋有親族之情誼，團結互助；義咧，我哋講義氣，講誠信，以親情為本，以義氣為重。我哋發揚先主嘅忠義仁勇精神。除咗多謝我哋龍崗公所宗親之外咧，我係喺度謹代表紐英倫龍崗親義公所，熱烈歡迎在座每一位嘅光臨，衷心感謝你哋嘅支持。有你哋嘅光臨，整個酒會都充滿咗溫馨，更加為我哋個宴會增光不少。我哋龍崗公所秉承劉關張趙4先祖嘅忠義仁勇精神，團結一致，同心協力，共謀會務嘅發展，遵義為僑社同埋民族前途嘅而奉獻嘅一份心力。希望我哋年輕嘅一代秉持祖訓，新嚟嘅鄉親能加入我哋嘅大家庭。以前種種原因離開我哋嘅，更加歡迎佢重新歸隊，共同擴展會務。轉眼間，我哋紐英倫龍崗親義公所已經走過1個世紀嘅風風雨雨。喺慶祝85週年嗰時咧，我哋編印咗一本特刊。今次100週年咧，我哋都特別編咗一本特刊。大家台上面有一本嚇。今次100週年，我哋都特別編咗一本，將過去15年公所經歷都放咗上去。希望大家有時間可以睇睇。如果有咩錯誤咧，請多多包涵。最後，我希望大家喜歡我哋今晚為你預備嘅少少紀念品。除咗係開啤酒蓋之外咧，仲可以開汽水同埋罐裝嘅飲品。希望大家喜歡。物輕情意重啊 ，OK。所以雖然唔係好值錢，都希望你哋中意。至於今晚嘅餘慶節目，我哋為大家請嚟咗本地音樂謀先生帶領嘅著名聲樂隊為大家表演。講到聲樂隊咧，我一定要跟大家介紹一下2位主音嘅女歌手。其中有一位咧係有美妙嘅歌聲，2年前曾經有個好成功嘅個人演唱會。佢係我哋嘅一份子，佢姓趙嘅，係趙寶玲細兒。另外一位咧喺15年前喺我哋嘅85週年嘅晚宴嗰時咧表演過嘅曾燕琴老師，非常之多謝佢再次到嚟為我哋100週年獻歌。今晚酒微菜薄，但我肯定你哋會有一個高質量嘅視聽享受。仲有壓軸嘅現金抽獎，聽日唔使返工啦，唔好咁快走 ，OK？ 食飽都要聽下歌。有咩招呼得唔周到咧？請大家多多包涵。祝在座各位身體健康，家庭幸福。大家飲多杯，多謝大家。